歡迎翻嚟用心製作嘅頻道。今日嘅褲底抽身同大家嚟開 Pokemon 嘅新蛋 M5。咁由於上次抽引蛙嗰條片咧就有1700個 like 啦，咁所以咧我哋2盒係唔夠嘅，所以我哋加開一盒美版嘅 Booster Bundle。咁 M5 大獎當然係達克羅伊啦，再加上佢嘅金卡版本。而我哋加開嘅呢盒美版咧就會有黑噴同埋緊鬼嘅。我哋事不宜遲，睇下今日嘅手氣好唔好啦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好啦，咁咪先嚟開第一盒先。咁今次 M5 卡池嘅卡片設計咧，其實都有啲似上次 M4 引蛙嗰彈。如果你唔中意個大獎嘅話咧，其實可以 skip 嘅，因為始終達克羅伊咧就唔算話非常熱門嘅 Pokemon 啊。我諗比起引蛙咧係仲差少少嘅。OK， 嚟啦，第一包，誒有火爆後喎，哇能量一張。而家 Pokemon 真係每一彈比一彈更加貴。上一彈引蛙咧，一開頭掟600頭啦，咁然後後尾都有跌翻去500尾嘅。呢隻小外獸幾得意喎。咁今次 M5 咧一開波掟咧都已經係600頭，然之後後尾仲升到去700添，唔知點解啊？咁而今次嘅 SAR 咧，比起上次係好啲嘅。上次好多 SAR 其實都唔靚，今次好似有嗰啲咩電貓嗰啲咧，就叫做係多隻怪好過冇。但係問題首先咧，我哋都係要開到先。上次開4盒定5盒唔記得咗啦，先得1張嘅 SAR。今次我哋開2盒有中 SAR 都偷笑啦。哇！首先嚟一張 SR 先，暗黑啷啷啊 Dark Berry。咁但依舊個 cutting 都係有啲差。佢啲顏料咧已經油到出晒界，以前其實都唔係好覺佢嗰啲卡會即係嗰啲邊位會咁差。最近 M4 啊，今次我哋開嘅 M5 咧都係好差嘅，係咪佢印得太多啊？個機器已經鈍晒啦。哇！呢張 RR 咩價嚟嘅？哇！個閃法嚇親我，以為中啲什麼咩價？個後期處理係多啲嘅。喂，好閃喎！RR 嚟嘅啫。Molotov 好似都有呢張嘅 SAR 嘅大呆獸，係喎，今次大呆獸有一張 AR 都幾貴下，嗰張的確係幾靚嘅。對上值得鑑嘅 AR 應該就係M2A 嘅傻鴨，跟住金彈 M5 咧又嚟多隻大呆獸傻係小精靈，哇！呢隻神獸完全唔記得叫咩名，傻係小精靈咧最近應該係受到吹捧啊，咁但係我哋就算開唔到 SAR 都要開到大呆獸，哇！SR 哇！達克羅伊，兩張 SR 咯，哇 ！SR 達克羅伊靚喎，其實都係真係條邊樣衰啲咁解嘅啫。我而家呢啲邊 cut 得咁樣衰，攞唔攞到10分嘅？因為我之前鑑嗰啲咧，其實都比較係有啲年紀噶啦，咁所以咧就未去到近排呢啲 cut 得咁差嘅情況，咁所以咧我就冇一個經驗係究竟呢啲可唔可以攞到10分。好似呢兩彈嗰啲邊 cut 得咁差，之前會見到喺邊度咧？就係一啲美版嘅卡牌遊戲。嗰啲係會有咁樣嘅情況出現，因為美版嗰啲卡牌遊戲嗰啲卡咧，通常都係薄切切咁樣嘅。比起呢一個咧，再薄多啲咁樣嘅感覺。AR 水煮一隻，呢隻都幾靚嘅。咁但係呢隻水煮好似人氣還好啊，其實都可以照 keep 嘅，因為最近咧好多卡都升緊。你有陣時過多幾年呢張卡可能升都唔頂嘅，因為最近咧我都執翻好多床下底嘅卡出嚟啊，都係我之前打卡 game 剩低嗰啲卡。哇！而家好多卡都真係升晒。咁所以咧，我又準備咗一大堆攞去鑑。咁之後咧，都會有一條片係會講我攞去鑑嘅。咁如果大家之前有睇開在下葉問頻道嗰邊咧，其實嗰邊我有拍咗好多嘅卡牌遊戲嘅，包括有開箱啦、有對戰啦、有牌組教學啦，其實好多都係嗰邊拍嘅。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啦。咁嗰陣時玩咗好多嘅 One Piece 卡，咁亦都買咗好多嘅禮盒嘅。咁所以咧，而家見到佢全部升晒咧，我全部攞晒去鑑。紅蓮騎士獸，我拆晒啲禮盒出嚟，入套入咗勁耐。大概我有100張嘅 One Piece 卡攞去鑑啊，因為啲禮盒咧可能一次過有10張啊，咁我有幾個禮盒咧，嗰度都幾十張啦。最估唔到以前嗰啲 set 卡咧，真係唔係易畫嗰啲咧，幾乎冇價噶啦。咁但係由於路飛升咗好多嘅關係啦，所以就算係垃圾嘅路飛 set 卡咧，而家都升到1000幾蚊一張，好誇張。最後一包啦，好似就出晒3張 AR 啦，然後出咗2張 SR 啦，咁除非爆配，如果唔係咧就冇嘢噶啦。
OK， 第一盒完。咁尾版嗰個玩法又有啲唔同，因為佢冇保底嘅關係啦，咁所以其實你買咩包都得嘅。咁例如呢個呢，一盒係6包啦，咁然後一包好似係10張左右啦。咁亦都由於尾版佢冇保底嘅關係啦，所以佢抽到一啲比較稀有嘅卡呢，係比較貴啲嘅尾版。目標只有2個，黑噴同埋Mega緊鬼嚟啦。第一包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張卡。第2包係咪最尾嗰張先係好嘢咧？尾2嗰張應該係頭先嗰包嘅話，尾2嗰張一張閃卡水軍，不過冇保底咧，有陣時開唔到都幾空虛。呢盒嘢咧其實唔平嘅，我買嗰陣咧係400幾，但係而家如果大家出去買咧，應該都要6至8把咁上下嘅價錢噶啦。尾2嗰張。又係一張普通嘅閃卡咋？呢盒其實我私底下又偷開咗一盒嘅，開咗個 Mega 嘅長耳套。呢個係尾3個包。究竟我哋呢一盒會唔會開咗個寂寞呢？我見到條邊好似好閃，呢個咩閃嚟噶？哇，普通閃卡嘅閃啊！嗱，最後一包啦，唔該，俾張嗰啲咩 EX、GX 都好啊，係咪啊？又係Mega長耳套啊！OK， 呢一盒大爆死，最後一盒嘅 M5嚟啦。頭先 EX 又聽到我呼喚嚟啦，金卡達克羅伊，聽到我嘅呼喚未？出嚟啦！沉睡嘅金卡達克羅伊，啲金卡啲價咧，其實都企得幾穩下，睇下會唔會自己開到先。如果有金卡嘅話，條邊應該好明顯，即係呢包係冇嘅。獨角金魚 AR。又食咗一個大呆獸嘅位啦，但係呢張個樣唔差嘅，都幾係嘢喎，佢又唔係平喎，又要食炒喎，真係好難玩啊！Mega 電貓，其實 SR 咧中張小霞都開心喎，起碼係泳衣啊嘛。仲有2張 AR， 俾晒2張大呆獸我 OK 噶啦，唔需要其他 AR 啊，我要大呆獸。唔要呢張啊！喂，張都唔同樣嘅 AR， 係咪下張嚟張大呆獸啦？嚟一張唔緊要啊，最緊要至終啊！嗱，呢個究竟係 Mega 嘅閃，定係 SAR 嘅閃咧？SR 嚟喎，好似 SR。莫亂 Pico，嗱呢啲好難講啊，擺翻幾年唔知嘅，咁啊大鑊啦，小霞都唔見埋啦。冇泳衣睇啦，爆配金卡，爆配 SAR 嚟啊！我就唔信你嚟，有種嚟俾我睇。哇，錘仔啊！又做分母，我哋降低個要求，大呆獸。唔係呢一包度喎，即係呢一包一定係 AR 啦。各位觀眾，最後一張 AR 係唔係大呆獸啊！我已經要求降到 AR 大呆獸噶啦，都仲要係冇嘅。6款 AR 全部唔同嘅，就係冇大呆獸。4款 SR 2張怪，2個道具。你大佬呢？你緣分呢啲嘢冇得強求。下一彈我開唔開？要開幾多？我哋就睇大家嘅 like 數。所以大家想睇我開更加多 Pokemon 卡嘅話咧，記得撳翻個 like， 每一個 like 就會成為我哋嘅下一次影片嘅基金嘅1蚊。今次我哋2盒 M5 加一盒噴火龍大爆死，記得訂閱個頻道，追蹤我 IG，下次再見。